華南電影工作者聯合會喺1949年成立，當時為咗籌募福利基金，建立會所，拍攝咗佢哋第3部電影《豪門夜宴》，並且安排喺1959年創會10週年嘅時候上映。呢部電影係由導演李晨風、李鐵、吳回同羅志雄聯合執導，並且由吳楚帆、梅爾、白燕、張活游、張英、羅艷卿、盧敦同林坤山主演。電影喺1958年7月開拍，1959年7月喺台灣線上映。40年之後，1999年影聯會成立50週年，授權資料館喺呢部影片嘅底片同聲片複印咗一個拷貝做永久保存。去到2024年，影聯會成立75週年之際，決定將《豪門夜宴》嘅所有菲林素材捐俾資料館。資料館亦都將佢嘅底片同聲片展開咗 4K 數碼修復工作。菲林素材經過仔細檢查之後，發覺底片嘅影像質素唔錯，只係片頭部分採用咗翻底片套上片頭字幕嘅技術，因而存有較多嘅花痕同埋污跡。底片亦有少量嘅湯片，導致影像破損。最後，我哋挑選咗底片同聲片進行 4K 數碼修復。今次嘅修復委託咗日本 Imagica 電影工作室進行。喺修復嘅過程之中遇到嘅困難包括整部《豪門夜宴》大約有20多分鐘嘅畫面係非常晃動，底片亦發現有多處連續出現1兩格白格，同埋開場歌曲嘅部分係較畫面為長。與工作室幾次商討之後，修復嘅工作包括利用數碼技術去除咗花痕、污跡，再穩定影像，逐格處理減低影像嘅晃動同埋畫面調色。而喺修復聲音方面，亦都減低咗背景嘅雜音，改善現場收音較弱嘅問題。阿二哥，得咗啦，得咗啦！啊，阿二哥，得咗啦，得咗啦！啊！此外，我哋估計當年可能剪出底片之後，為咗與聲畫同步，所以喺底片駁上咗透明菲林。資料館喺其他豪門夜宴嘅拷貝上邊，亦發現透明菲林經沖印之後，成為拷貝上面嘅黑格。因此，我哋可以推斷畫面喺早期已經缺失。資料館一向遵照國際專業嘅修復守則，務求為觀眾帶嚟最貼近原創嘅觀賞體驗。今次我哋暫時係唔會填補底片上嘅缺失，亦特意保留完整嘅片頭開場音樂，使開場嘅過渡更為自然。等日後揾到更多嘅參考資料同埋菲林素材，先至會再進行修復。49年7月成立嘅我哋個會係第一間專業嘅協會嚟嘅，當時創會會員有成300幾人嘅，咁啊做乜嘢要成立嗰個影聯會咧？因為每一個企業都應該係有一個社會責任喺度，除咗賺錢、票房，你仲有個社會責任，對個社會嘅影響，正面嘅影響，我覺得係好緊要嘅。講嘅嗰班創會會員啊，要成立一個咁樣嘅工會，第一要提高嗰個粵語片嘅藝術質量，第二要為嗰啲會員謀福利，第三維繫翻粵語片嘅呢一班演藝人冇會址，咁啊佢哋又建議咧就拍咗4部戲，《錦繡人生》嘅《豪門夜宴》男女女啊，《人海萬花筒》4部戲，所以啊，我覺得係應該好多謝、好感謝我哋嘅前輩，為我哋而家打落個基礎。90年代尾嘅時候咧，我就被邀請就擔任華南電影工作者聯合會嘅藝術部主任啦。當時咧，我諗到咧就係即係影聯會咧，佢響50年代尾咧有一個好好嘅作品《豪門夜宴》，
咁呢個作品咧，喺70年代都有幾次嘅再重演。咁我就係嗰陣時第一次喺大銀幕睇到，好感動。咁所以我就向即係當時影聯會嘅理事會提出，不如我哋就做呢個《豪門夜宴》創作圖譜啦，出版一本書，出佢嘅劇本，介紹佢嘅前因後果，點樣製作同埋嗰個製作團隊。咁當時仲設計到咧，就每一頁咧都有一張劇照咁樣嘅，咁所以咧就叫個名做創作圖譜啦。咁而《豪門夜宴》咧，佢嗰個難度咧就係佢係有3個唔同嘅階層：上流社會、中間階層同埋啲勞苦低下階層嘅聚居嘅地方。咁所以3個階層都要把握佢哋互相之間嘅矛盾，一個階層同另外一個階層之間嘅差異。咁呢個部分呢，如果要做得好準確咁樣呢，其實係挑戰一啲創作嘅難度嘅。你睇呢個片嘅啲對白好精彩，演員演得好好，值得學習。對香港今後嘅電影呢，我估應該係有個起動嘅作用。啊，以前拍嘅片，啲演員嘅演出應該係值得鼓掌，因為有呢套片之後呢，等求人咧都睇到70年前嘅拍嘅片都仲係咁精彩。呢部集合咗超過100位幕前幕後電影工作者義務拍攝嘅電影，體現咗華南影人群策群力嘅精神，亦都成為咗日後香港電影界團結一致、共襄善舉嘅象徵。資料館非常感謝華南電影工作者聯合會嘅捐贈同授權，令到呢部經典嘅電影喺修復之後，為觀眾帶來更好嘅觀影體驗。